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校內》，我係民主，主導嘅民主，我來到大家做料理嘅時間咧。因為我來做料嘅豆腐哦，有很多的膠原蛋白在裡面，倆就係提條溫豬腳。首先呢，我們先來認識一下我們的食材，就是這個豬腳。豬腳的客家話講法就是豬腳，豬腳。那現在把它汆燙的時候，記得稍微過一下，主要就是把它的血水去掉。首先呢，會在湯裡面加一點薑片，是去掉豬腳會有一些人家怕肉的腥味。看我們的豬腳啊，剛才有先燙過，所以上面呢就比較不會有那個血漬。接下來呢，要放我們這個很營養的花生。好，那我們就讓它下去燜嘍。哇，我們等了2個小時，總算豬腳已經煮到，你看咕溜咕溜之外，膠原蛋白跑出來，再鹽巴下去呢，就可以讓它變得比較鮮一點點。鹽巴也是我們今天要學的客家話，就是 jam。最後面呢，我們把它加一點點米酒，讓它香氣更濃一點點。待會就讓試吃員來品嘗，看看到底好不好吃嘍。妹妹敢吃豬皮嗎？敢哦。好，你吃吃看，這個有沒有燜得爛爛的了？有一種乳香 ，QQ 的很像，真的，出口即化，姐姐都要融化了。那我教你們講一句客家話好不好？就是豬腳燜得爛爛的才好吃，就是豬腳。豬腳溫度落落長好食，真好食。豬腳溫度落落，豬腳溫度落落，長好食，真好吃。好厲害哦！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哇哦！今天我們做這個花生豬腳非常成功哦，連工作人員吃的都讚不絕口哎。當然了，我們認識了新的詞，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豬腳，豬腳，豬腳。第二個呢就是鹽巴 ，jam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，來看到豬腳燜得爛爛的才好吃，豬腳溫度落落長好食。豬腳溫度落落長好食。各位觀眾朋友們，記得哦，動手 DIY 做看，重點是燜豬腳要用耐心來等待。好了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